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福喜类类嘅节目。你直接要用，不论係薯條也好啊，粥也好，做了當到啲生活地圖做啲溶解講起。今日咧，當方伊做啲繞牆到呢種偶然呢度節目地圖嚟撈大家嚟分享撈少解，佢到底用從係粥也好，又係薯條也好，做了乜嘅生活地圖做啲溶解講起咧，是係啲類似講解理型起欣賞，歡迎欣賞。大家好，我是李应奇，很高兴来到这里。欢迎老师，老师的自我介绍很简短，我想说，就这样子，对不对？老师太棒了，今天可以欢迎老师来到这边，跟我们介绍你自己手工制作的一些生活里面的一些用品。一般来说，我们常常邀请来宾来到节目地图啊，让大家都小改他们自己的手工艺品的时候，哇。都很少像老师带来的是这个完全是以生活的用品，就是非常的务实可以这么说吼。是啊，对，而且我今天看到老师的作品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作品很先进。我还问老师说，老师是不是出道的比较晚？对，老师说对，我出道的比较晚。我觉得不是出道比较晚，我觉得老师应该是斜杠，对不对哈？会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今天这等于是在生命中找到另外一个第二春，可以这样说吗？真的，是这就是从我那时候40岁的时候，在思考怎么转换跑道然后就评估很多部分，然后就后来还是以木业的创意为主。是，但是你说换跑道以木业的创意为主，可是这也代表你很喜欢吧？当然了，对不对？这是你喜欢的东西，然后你投入了你的想象也好，时间跟热情，对不对？共同俩片生对小改欣赏带来改作品还买改东西。老师来，我们先讲一下您生命当中你觉得第一件作品，好不好？你的第一件作品是什么 ？OK 我第一件作品就是专利手机座，就是这个好可爱，看起来像一个小木盒，对不对？对，但它是手机座，对，可以这样子，是我的设计在这里，它可以推开来，对，那这个当初的设计呢，是我想从一个小巧的地方，做出来哈。那就是可以直接这样子弹出来。对，应该这样讲。我其实知道老师的第一件作品是一个手机做的时候，我其实很惊讶，因为通常很少有人自己开始创业做木工的时候，第一件作品是手机做，因为手机做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蛮先进的产品。我所谓先进的意思是，老师你当时做就很有远见呐。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吧，因为你看，像我们第一支 iPhone 手机是2007年在这个世界上诞生。对，然后老师，你看你做的第一件作品，你就从手机做开始切入。没错，就是跟这个第一款智慧手机做结合。是，当初觉得这个智慧手机一定会改变人类生活，真的。那我觉得，如果它可以跟木头做部分的结合，对，就是因为木头有一个温度在，是。那我们把它做好的话，它可以像这样子，跟手机做结合啊。手机比较智慧科技，对，木头有温度，对透过这样的一个变化，就可以发展出很多的创意跟创作在里面。对，老师，你这一款产品是不是还申请专利啊？对，虽然觉得第一款产品就要为它申请专利吗？我那时候也在想了很久，想说这个设计我自己还蛮满意的，对，所以就把它给申请一个专利。是，那本来也没有想说会生存那么久，对刚开始去市集卖的时候，有一天呢，一个都卖不出去，那时候说实在真的有点灰心。但是我多尝试几次，然后跟客人之间做一些互动的之后，又做了一些调整，结果到今年应该已经第10年了，是，对这样的一个过程，应该已经卖的很多了哈，老师。蛮多的，对，每一个都是我亲手做的，每一个，对，每一个，对每一个，因为这个没办法像工厂很大量生产，对，那每一个要去磨合，因为它需要一些技术跟精准度，是所以
每一个都有我的用心在里面。好吼，那大家做咧看到现充运动都线上带了一个，你讲比如手机改手机做都是方形的，对不对？一个一个，然后老师他很有趣耶，他拿起来好轻哦，对他拿起来很轻，然后他就是把它划开，对，然后他就在那边，然后就可以你看中间那个手机就这样摆着，对不对？对啊，哦，然后他就很稳。对，然后它也不会有什么负担，然后小小个的也很疗愈，也很可爱。是啊，这就是老师带来的手机桌，而且台家有很多我的手机桌上面都有不同的图案，像老师这一个就是几何图形的图案，对不对？然后老师那边是不是还有一个是，那是前面那个是小狗狗吗？对，狗狗的图案。那像这些呢，都是透过不同颜色的木料，是去做切割，是拼贴。对。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透过传统工法的改良，它是拼板，不同颜色的木料去拼贴，拼贴完再做一个切割，所以每次切割出来都不会有一个一样，所以它独一无二，对不对？然后它就是永远不重复，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它的拼贴结果会怎么样，对不对？对。说到这边，老师，你这边你这是你的第一个最具应该是说第一个作品，但是你最喜欢的作品我知道是木盒，对不对？对，这个是。了在很欣赏带了一个作品哈，因为老师说他最喜欢的作品就是木盒，所以我就先把它偷偷的变成爱顺条。摸起来了解木盒真的摸起来好舒服，它看起来非常的质朴。狗嘞，为什么我很喜欢它摆在我旁边？老师你知道，因为它好香。对。给傅一松改用，所以老师这是你最喜欢的木头，对不对？没错，是它是块木，对不对？对，它是台湾块木。是，然后这是它天然的味道。没错。对，所以等下也线上走，用心朋友解析，比较皮两尾头吼，皮狗还有东西给它全部一料，你太放松了，这个味道浓郁的程度，我要讲一个，就像是吃姜丝炒大肠一样，就是那个味道好重哦，对不对？老师，这是你最满意的作品？对，它是一块比较油脂丰富的木料，对，那可以提的是说，全部都是回收来的，是。那因为现在很多房子改建都有拆掉一些旧门框，对。那有时候我会去收集去捡。老师，那这是旧门框吗？不是吧？最上面那片不是，侧边是。所以旁边这是旧门框，然后你等于是废物。不要讲废物，废料回收再生，做一个这么棒的木盒。对啊。哇，老师，这是就是你最满意的作品，应该是说这有你个人的喜好，对不对？你喜欢这样的一个盒子哈。对啊。而且对线上来讲，因为叫走动动木用改图，其实叫两种图会一起的最具代表作。第一种图会没有头条。对不对？猫头鹰是你最喜欢的图案。第二个是圆窗，老师那个圆圆的算不算是圆窗？算是。然后前面有一个猫头鹰，对不对？没有头条，这是最具代表作品的图案。猫头鹰部分呢？对。在世界各地都是吉祥物的意思。对啊，我觉得很有意思。那我又想把传统的一些元素融入，所以在它的肚子里面，我又放了一些纹饰。那纹饰有意义的就是我们后来可能都不知道它的隐喻在哪里，所以我把猫头鹰好的意思跟纹饰好的意思结合在一起，难怪。所以它是送礼的首选，因为我可以有多子多孙啊，对，生生不息啊，很多好的意喻在里面。对，就是你送礼给别人，别人说怎么是个猫头鹰，但是事实上它有很多的意涵。对，所以你知道那个意涵之后，跟他礼不对，因讲港沟什么恐龙，你就会觉得我好像拥有很多的福气在里面，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圆窗，也是有它的意思，对不对？没错，那原创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台湾是快宝，在各地有很多庙宇，对，有古迹，对，古迹上面的一些图腾、博古图案都是很有意义的，所以我会把传统的东西再加注，是，那传统的东西有意义的部分，我会特别说明，像这个圆窗，它有。里面有看到外圆内方，是外圆内方代表铜钱，代表一个财富。那还有看到葫芦，是葫芦就是福禄。
哦，所以像这样的窗花，也是可以透过雷射。的这个雷雕这个部分，把它刻在木头上。哇，洞悉下送台湾音美，洞悉下送外国音外国人，对不对？外国人拿到这个觉得很古典，然后很有我们自己国家的特色。然后如果可以附张小卡，用英文去解释它的意涵，他就会觉得更不一样。对啊。哇，太棒了哈！你讲我们带起来用哈，其实现场还有附送都改作品，比如讲像还挑选俩是又筷儿，老师这是筷子嘛？对不对？然后这个老师你要不要讲解一下？好，那个呢是虹吸式咖啡的搅拌棒，这么高级咖啡搅拌棒哈，你做得好好都小改一下。不过等一下先咋个摸一下，等下嘴镜片呀，老师这个看起来有点像小刀的对，果酱刀。老师你也太浪漫了，你自己说你有用过那个果酱刀？有啊，就是这些东西都是生活可以用的。然后老师你看这个筷子这么漂亮，舍得用吗？有东西我们就要用，因为我们在生活在这个美的环境里面，你自然而然就会培养那个。这很重要。有时候我们收到一个很漂亮的筷子，很漂亮的礼物给时间为盘得容，就会觉得舍不得用，要摆在那个抽屉里面。可是老师讲的对，你不用它就是摆在那里。对啊，我觉得物品要用才有价值，对不对？哈，其实还有动动嘅故事，就得到大家来讲，大家先聊下，你等下想做呢讲。当分享就得绕讲到阿奇老师来到聊频道大家来分享哈，阿奇老师佢讲去实习所以个时间拿快学来做木业两件事情，所以给提一下作品申请专利的就是手机做，很先进哈，而且阿奇都上台节目小改过，还有上系没有调调，然后讲就跟原创，而且有送台湾音，然后送外国音，然后都会送改好，因为意义很深远。对，然后最重要的事情，你拿到的时间，也是摆酱婷婷，不是一种装饰而已。最重要的事情，它是真的可以用。对，然后如果说你现在又爱追剧，有没有？对啊，你拿在前面看，手很酸，或者你在家里躲在被窝怎么样，你就可以放一个这种架子，对不对？你是走这样看。不过讲到俩上台节目，因为讲到现场可能有醋，然后咖啡，这个是这个果酱刀，然后这是咖啡棒，对不对？好，线上，所以除了线上，大家还有走木呀，听听线上可以先用豆豆的膝盖做漆艺，对，然后螺钿，对，你看这个小小的方方的这个盒子，就是老师讲的那个螺钿。老师，请你好好来介绍一下，你为什么要做这么多？什么是漆艺？什么是螺钿？这样。OK。当初会想要接触这个漆艺的部分，就是因为想说自己做这样的一个作品，我想要用最好的方式把它保护起来。那所以查了很多网路，这个是又含有传统工艺在里面。对，所以我就去台中漆艺馆学习，这也是政府机构。那学了之后。现在网络又很发达，所以在网络上查很多工法工序，所以我学的在漆艺的部分虽然是算是皮毛而已，但是我就是把这么一点点的技术用到最好，是这样子。所以像筷子系列也是一种有不同的色调跟它的那个纹路。这都是一些技术在里面。那像搅拌棒，那个我木头的线条自己设计出来。这个吗？对，那个是虹吸式咖啡的搅拌棒。那我以船桨，划船的船桨作为发想。是船桨，小划船，这样子。很轻它也是块木的，对，也是回收材。这是块木吗？里面，
因为檜木的质地稳固，比较不会变形，对，所以我就拿来做一个这个搅拌棒。那像螺钿的部分，其实它比较难，但是我也是用最简单的技巧。像这个手机座是方形的，那这个作品我就把它里面镶嵌的螺钿是圆形的，是，那其实就是一个方圆之间，是，就有一点隐喻人生做人的一个道理啊，好有意思哦。线上黑妹该咋咋黑，就是那个黑色的，有一个十字架，那个也是，对不对？对，它也是。那科技的东西我们不排斥，不是说传统工艺就不能结合高科技，是。那它是透过一个雷射的技术，对，雷雕、雷切的技术，把贝壳镶嵌上去。是。那这样子其实就容易做很多了。是，对。东西才会后，台湾谁改时间又懂妈妈改建封地图又看过妈妈的珠宝盒不是说要放什么高贵的珠宝了，就是说台湾妈妈的房间会有一个黑色的，也是漆艺的，然后上面会有白色的贝壳。对对对。对，我那时候还不懂得那个是什么艺术品，就觉得说，怎么有贝壳？为什么古代人喜欢把贝壳放进去？后来才知道那是一个很棒的工艺作品。是啊，是啊。对，贝壳其实代表财。我是不早说。那个有没有好好留下来？我觉得没有，好可惜，因为也是到了后来才知道说，其实应该要好好的把它留下来，对不对？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漆，你是不是要上很多遍？真的啊，上很多道。好，老师，你可以讲一下，像这一双筷子，恭喜才会用尽朋友，等下送筷儿给贵松改看，这筷子非常非常的轻，然后我刚刚有试夹。它也很好夹，对，所以老师，那你可以讲一下这双筷子它上漆要上几层？说实在我也忘了，反正一直要上到满意为主，所以应该有10几20道，对不对？因为我为什么要特别问这个问题？因为动豆感应的台尬国内地台尬围起都漆器，你就是把它上漆。能够台尬为了解其实了一送筷儿，对性上了一拱，你看老师刚刚说至少上10次以上，对不对？所以其实这是一层一层一层的把它上漆，一直到现在这个位置。样子，所以大家使用的时候还是要很珍惜，没错，对不对哈？这都是你的情感跟你的时间花在这个里面。对，你可能除了俩动细字外哈，老师其实还有客制化。听说老师你还有客制化一些像演唱会的木盒，还是做那些礼物盒，是不是？对，像盒子部分呢，当初也是网络的发达，然后就有订单来了，对，那我就做做看，结果客人很多要求，那我就透过一个3D 的模拟图，绘制3D 模拟图，来跟客人做一个沟通。那这样子，而且可以上色模拟，这样子比较能让客人知道，做出来的成品是什么样的感觉。是然后因为木头是一种减法，当你锯下去切开来，就不能回复了。没错。对，所以事前的沟通就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对，就是透过之前所学的，因为之前也在工程界有绘制3D 图CAD 图档，所以可以把以前的技术，我知道，就运用你已经会的一个技术，然后现在拿来好像是先做一个事前的准备这样。对，老师问一下，就是你做过，听说你做过那个很厉害的客制化的礼物盒，还是帮我们的大天王制作的？对，是不是？这可以说吗？这可以说吗？可以啊。老师你自己说。那个礼物盒是不是？是什么演唱会的礼物盒？对，它是一个演唱会的，要送给天王的一个盒子。对，那里面当然是重点是它里面的一个锤子。是但是那个盒子是来自于老师的手，对。然后你也帮世界名画做过木盒，对不对？像那个名画我们就沟通很久。对，第一个这个盒子要有它的功能。
它的功能就是在保护它的外框，还要有防潮功能。哦，对，所以我们做的结构的设计以及它密封起来的一个构造，对，都要符合这几项要求。所以这个也是巧合啦，就是朋友知道我会做，然后也愿意跟客户沟通，是模拟。然后再制作，是那制作的部分就必须透过我这边的专业的建议什么可以，虽然大家有很多想法那我们要譬如说要打榫接，还是胶合怎么制作，那个就是我们的专业的部分。所以专业的部分，可是说实在，做生意也好，做艺术的创作也好，不管很容易其实你也产品为那都合乎该收透地图，其实主要难的还是沟通，对不对？对，因为你脑中有你的想象，我脑中有我的想象，我们要彼此把我们彼此的想象落实在现场，台下走在看到，用该走平地图。小生，你有没有遇过你沟通很沮丧的？其实一定会有，一定会有，因为客人的要求百种，对，但是有些他们不了解木头的特性，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跟他讲说，这样子可能容易坏，不可行，或者不好施作，这都要透过沟通。所以我会透过一个绘图的方式给他们看。对，我是觉得老师是很客气啦，讲得很保守。我们跟线上听带小梅走两，听说还会做皮件，对不对？是不是？皮件的部分呢，是当初我在考虑要走皮件的文创还是木业的文创然后所以就去多方尝试，各种材料都可以融合在一起。那我学了皮件之后，把皮件的一些五金零件，换成跟木盒子做结合，这样的气氛围也很搭，有呈现它的一个高级感或者粗犷感。对。而且老师也是自学，对不对？这部分有皮件有先去学，是在外面学，那木头部分就自学了，透过自学的方式。是老师，像我现在手中拿到这筷子也好，老师也说这是竹子，像这个搅拌棒就是块木。老师，你最喜欢的木材是块木？对，为什么？因为台湾块木只有台湾有，是独有。对，而且我在做那么多木料之后，觉得它的性质很稳，是稳定。对，那不是越硬的木头越好，不是，它有一些弹性，可以作为一些缓冲。是，那又可以代表台湾。最重要的是有香气。对，我想老师如果没有讲这个水木还是讲水虫，然后给皮皮来配松改用我都可以想象，就是为什么你看它有这么多的优点，也是为什么它这么珍贵的原因啊。线上去体重是俩得熟透来做去动作改生法改供体所以所有改用亲朋友其实唔带讲就安用婷婷等下还有精彩改大家聊下，你等下怎来讲。基本上讲到阿 K 线上那度节目地图，เรา睇到咧小改佢自家亲手做嘅动作，เรา所有关系嘅你讲共期非常嘅形容。线上聊又介绍好多的这个作品，嘞在这个里面有个很大的特质，现在要特别来跟大家分享，要强化一下，就是老师用了很多的这个老木再生，可以这么说，因为像刚才在介绍盒子的时候，老师就会说，边边的这个是人家拆掉的不要的木框，对，因为老师是我们刚刚说来自于鹿港的阿奇，对，所以鹿港其实也受到鹿港文史工作团体的邀请，然后也担任再生的讲师，老师帮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故事。OK，再生利用这些都是我在学生时代很多老师教我们的一些观念。那我投入这个木业之后，我就想说怎么再生。那一个是漂流木，
一个是回收材。对，那回收材部分我比较常去接触，就是因为那一阵子很多拆房子的，那我就去捡去翻，这个木头好香哦，那为什么要丢掉？可以用啊，所以我就把它捡回来。对，有门框的或门窗的窗户的。那门框的部分呢，它的尺度都比这个还宽，是，所以我来做一些小东西都 OK 没问题，足够，对，所以它那个门框已经用了40年嘛，哇哦，那我做好之后呢，也可以再用很久。这样的一个再生的观念，只是在回收的过程当然是比较辛苦，是要去剪，要去拔钉子，因为我们的机具如果碰到钉子就会坏掉，然后它表面的漆，那层用了很久的漆，我们要把它除掉，是，所以在回收的部分，我也研发了一系列的东西，譬如说这么宽的木头，我可以先做宽的。是。那窄的木头呢？这么窄，我也可以做成一个东西。是。所以像这个就是100%完全回收的。所以那个全部都是回收的木头做的。对，或者是做完家具工厂做完的下脚料。因为它的需求很小，对，但是我们要怎么去设计？是，像搅拌棒那个细细长长的都可以做啊，是，那这么好的木头，如果透过一个再生的话，就可以用了，而且。我相信一定要用掉洗型烟改窗户拆掉，一定是好的木头，对，而且越是以前的人用的那个木头越好，像有时候在妈妈爸爸那个年代，家里的那个衣柜有没有上书？对，那个衣柜放衣服，你知道传统还有一个镜子，打开，对，然后打开这边还有2个抽屉，有没有？对，那些以前妈妈都会说你底俩底后毛 hinogi 耶，对不对？实木不像说现在我们去买家具都是空心或是夹板，所以那些东西其实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如果丢掉了就丢掉了，那反而让老师回收做了一个再利用。我觉得如果说以后能够有一个更棒的循环，就是说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废弃的那种木头回收的一个机制，也许也可以解决有一些人他可能要重新买新的家具，该 Q 改大底丢退改时间，他也知道应该要丢到哪里，对不对？像这种家具呢，目前来讲就是大家都不要那么旧的外观，对。所以，但是它是好东西，它是古董对不对？你整理后就可以再用，整理后就很棒，对不对？想想以前那些丢掉好可惜，上好的木头对，那这就是信上俩天冲补黑龙Q 改薯条来走不过共同俩片，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除了这么多的这些作品来填充对我们来说，我们是要先问一下老师。老师没有想过的问题聊到蛋眼里讲，又不会刚讲。先来问一下老师因为你改信上，虽然你客家音讲，你改信上客家谁弄对不对？客家语序，对吗？对。来考一考，还没仔细改客家谁弄。老师你放轻松，不要想太久。莫想天叫家家会做得嘞提起来问信上改就，老师你最中意改客家料理、客家料理。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大肠，姜丝炒大肠，对，认真，真的你最喜欢？为什么很酸，然后很酸，很有特色，然后又要嚼，又有嚼劲，配酒真的很棒。赞你要表示性上莫乱讲好，那我要考一个你最不能接受的客家料理最不能接受的客家料理，其实还好啊，没有对不对？对啊，我想不到，这就是答案。聪明就是要这样回答。好，再来，老师，你有没有很想尝试，可是却没有机会去做的事？尝试现在我都想说可以做的事情赶快去做，对，像这件事情就是要做就做了。从一直不要等说等一会儿，等之后，我觉得想做就赶快去做好了，来最后一题老师，你做这个木器至今有没有印象令你最深刻的收获？
哦，这个哈，其实有，就是其实我在这个部分资源回收以及木业的分享，这个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好，有时候会去上课，像刚才提到的，在鹿港的一些文史工作者，蛮想跟他们合作，把这种观念带给大家，因为文化怎么用？我们的古迹那么多，其实都是一个博物馆，一个博物馆里面有蕴藏很多的知识，内涵。那想透过这种教学，把文化的融入文创，然后把环保再生，交给小朋友，再做一个延续。那像这种教育的部分，其实也是我很想做的，因为妈妈是老师，所以可能也受这些影响，就会想把这么好的东西，透过我个人的经验，分享给大家。所以了解在线上讲去秀木体态的事情，因为去做安养的事情，你自己有一个感受，然后你经历了这一切，所以你会祈祷讲哇，对你来讲这也是你很大的收获，对不对？没错。也许一开始只是一个梦想，觉得我对这件事情有兴趣，我就去做了。能够走过后，很多了解会祈祷哦，对，反而你知道那个想象越来越多，然后想要做的事情更多，想要结合的这个圆越画越大，对不对？这也是老师说很大的收获。不过讲到两片呢，你除了问条线上很多个问题之外，我想对乡亲朋友最实际的问题就是。我们家里有时候真的很喜欢买木质的家具，比如讲餐桌、餐椅，我觉得餐桌最多，因为对很多人会买木制品、木质的餐桌。我们要来问的是，信上要如何保养 ？OK， 好，那我们就先从餐桌来讲。是。餐桌大部分都会有上一层保护的漆还是什么的。那一个关键，不要把很热的东西直接放在上面，你可以会有白白一圈的痕迹，那个很难处理，根本就处理不掉。对，然后宁愿用一块木头或者一块布，先垫着，这样避免它表面的损害。是。那保养部分呢？我觉得我提供大家就是上蜡。OK， 上油这两个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好，那上蜡的部分就要用推的，像汽车打蜡，这样把它推上去。那上油就是薄薄的一层，对，重点是不要贪心，就是上厚厚的一层，要薄薄的，多上个几次。我问一下，用那个抹布就可以了吗？半干半湿的抹布，还是干的抹布？干的。OK，有的人买个薯条做嘅餐桌，大家是啲吼，有可能咪那度一共细嘅油，佢讲係保養嘅油，那得照改抹布，布你都該油是滴到布上嗎？老師，還是滴到桌上？滴到布上比较好一点，所以油滴到该布当头，还用该布去出该做。线上讲是喷，不过你要擦好几次，对不对？老师，我问一下，那这样子保养一次可以撑多久？对。其实每个人使用状况不一样，是。好，那你会感觉它的表面已经快要没有了，就是有一些纹路，有一点粗糙的时候，那时候就要在保养了。那简单来讲，或许每年保养，起码保养一次，起码一次就可以了。不是，我是说起码。该真的什么时候你知道吗？就过年的时候。对，我就是想说这样。到该走春不都春一掰。所以老师擦好几次的意思是说，我擦完之后可以再擦一层。可以，是这个意思，不是说隔天再擦一层，就是你当下擦完一层，再勾一层要等它干。干的时候再一层。对。应该很快就干了啊！我觉得你擦薄薄一层。油的部分会比较慢。OK。对，所以通常啦，我们算隔天好了。隔天。对。咋个出一白啊？了解。
一次2次的效果会不一样。OK， 那当然啦，像这种都可以上，是，那就是说，简单的推几层就可以了。对。好，今日咧绕墙信箱咧，都安尼个节目地图吼，让大家都了解，去自家个作品，啊，去做嘛袂做，安样个投入啊，去水台个手摸下嘛个，体重啦下，你摸下下讲用薯条做个假期吼，出油好好让去保养是做咧用冻球。今天谢谢老师咧，到节目地图让大家咧分享伊个故事，吼，听下咧绕墙你个乡亲朋友共下咧做认同了。中戏福喜乐呢个所有嘅朋友，会记得去到福喜乐呢个免数听站，还有体验你客家电视嘅 YouTube 频道，让你嘅影片呢分享出去哦，感谢大家。